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乃知爱歌，心乌目白皮红，活过80外冬，生摊济济养饲人，人看我无够重，嫌我定位，甲我分尸。记做一箍一箍，变做遗骨，毋免几年，我会腐去。尘会归尘，土会归土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56集，欣赏的是嘉义的萧中春老师所带来乃知爱歌。选入去，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，也有诗内底的含义，以及台语文的用字。我伫白河有一个亲戚住伫建厝，我讲建厝可能无人听有。教安厝，教安厝，讲较紧的变建厝。因本地人是讲建厝，无人讲教安厝的。建厝即个姓郑的，因厝足宽，做足侪室，有一丛老丛的奶枝。即丛奶枝到尾大家因讲，迄紧会甲厝夹起来伤大丛，讲要甲处理掉，伊就去甲锯。即丛奶枝锯了的是，迄树壳足粗的嘛，伊就锯一箍一箍，拄椅仔遐悬，知影。讲看我要爱迄树壳无？你若无缀囥，我囥来我遐好，伊就知真正车去我遐。我咧整理的时，甲树皮剥咧，磨咧，搁小可擦一个，无平过来处理了平。我那咧整理，就那咧想，哎呀，夭寿80外冬甲记起来，记了一箍一箍，我踩到这要做椅仔坐。我就想讲写一条乃知爱歌。这当然是咧写乃知，嘛咧写世间的变化。过去功劳搁大，到尾嘛是定位甲你记掉。我会记你因逐当拢会送阮几拍的乃知，拢是即丛生啦吼。所以讲活过80外冬真正老丛的，老丛天阁大粒。生摊济济来养饲人，迄若做实的，就是因咧慢慢的就白白的就让卖嘛。人看我无够重，愈老的人愈看愈无够重，愈少年人愈有五忙，嫌我定位真正嫌伊定位啦吼。甲我分尸，锯做一箍一箍，变做遗骨，即摆放伫阮兜的凉亭毋免几年，这大自然的规律，你搁较用石头嘛会腐去，树木嘛会腐去，拢会腐去。毋免想讲，好，我偌用拄来用，共款拢会腐去啦。这世间的代志就是无永远。乃至来我咧讲的一个主题，就是世间无永远未变的代志，拢会变化。这个定位咱即摆差不多，我较少咧讲。定地捌听过，定地定位
这个讲较深的，讲较歹势，讲四肢定点，吼、这个定，真济台语词慢慢失传去，啊是安怎？因为头壳内底拢先想华语，啊才甲华语翻做台文，这个想法绝对毋对。这个想法，你的台语词词也好，毋是纯台语词，句法也好，句法嘛毋是台语的句法。定吼，譬如讲，咱咧读册时。行册会掀开，迄个做文正，啊过来一个大将带遐咧指挥，叫做坐正。这个正毋是嬴政阵地的阵哦，是这里底下定的。这间庙宇有大仙的定殿，这个定我安尼讲的是，就是香定的定啊，倒边的金，正边的金。一般讲香定嘛，这香定的定，这里其实咱即摆变做较熟悉的一个意思。伊本来就是一个大官伫遐镇守，用镇守可能较好接受，所以镇守，系啊，镇落去到地吼，官袂走，后壁人无机会。咱台语有一个音，火呼、呼气、茶呼、香呼、足济呼。这个呼甲华语的火无共，小过当然是变火呼，所以这个呼是甲火有关系啦。迄个汉字的特色就是有一部分是咧表达甲即字有关系的概念的，迄做部首。咱讲好做字平，像火字就讲就这里甲火有关系。好，过来声音，这里休气的休啊，休息的休，白话音会当读呼，所以火呼的呼，咱的概念莫去互华语的火看过。华语的火是火尘，较无咱台语的迄个火呼的迄个概念所以用这里。倒边是火，正边是休，这里就是火呼的呼。心乌、肉白、皮红，乃至伫咱台湾是非常普遍的水果。顺利期咱邀请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为咱来讲解乃至的特性。乃至。应该讲爱妃的水果嘛吼，因为咱上知影就是中国唐朝迄个杨贵妃爱食这个乃至，所以讲会甲迄个岭南吼南方的这个乃至树吼运送去迄个长安城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一个故事啦。但是还有一个人捌写过一首诗啊，杜牧伊写过一耙乃至三耙火，一把荔枝三把火。所以讲咱知影这个乃至的特性。伊看起来那像迄个水晶共款吼，看起来是足亮的，但是伊的性质是会送火的，足涩。所以你老大人拢会讲，你乃至毋好食伤济吼，会送火气啊。其实乃至咱台湾种的所在吼，足普遍，对中部到南部，而且无共款的季节吼，像伊无共款的品种嘛吼，像南部是玉荷包，所以讲高雄啊、大邱。个屏东一带吼，拢愈合包较济。对即个足济妈妈来讲吼，伊乃至是伊的撇步。比如讲，伊若要热人的时阵要骗囡仔，伊就是甲迄个乃至吼掰壳，甲伊冰伫迄个冷冻，做乃至冰，变做乃至冰最好食。但是即几冬吼，乃至含营养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因为因的花是毋是要有经过蜜蜂去甲伊授粉，甲伊传播。但知影讲，这个生态受破坏了后，全世界蜜蜂拢渐渐消失去了。因为蜜蜂伊，你若准讲这个土地用农药，这个蜜蜂伊就无法度去采花蜜啦，采这个花粉。所以讲，全世界蜜蜂无去了后，影响咱家己伦理的是讲，你种的乃至你种的迄个营养，什么人去甲你授粉？无人甲你传授花粉，你要哪结果？所以讲，这是这几冬乃至个营养共款拢拄着的问题，就是咱生态破坏了后，
吼，因为这个农药影响到这个蜜蜂，所以讲蜜蜂无去了后，蜜蜂消失了以后，咱的农产品都有问题。人看我无够重，嫌我定位，甲我分析，毋免几年，我会负气，田会归田，土会归土。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二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萧丁春老师写诗，杜妙仪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日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。